后来继续来看，往回到高雄甲澎湖的重要交通台华轮航行34年，因为超过使用的年限，宣布要正式来停航。这个台华轮是承载着真侪人的记忆。伫个船顶，捌来办过服装表演，嘛捌载过故宫的国宝到澎湖来展览。如今要正式来退役，真侪人唔甘。尤其是甲一世人的青春，拢贡献伫个船顶的尊严，是忍不住目屎流落来。幕本的伤心，船驶离开港口，往回高雄和澎湖的台华轮，上尾一座航程，乘客赶咧上船，因为后摆坐袂住啊。上尾一摆执行任务，心内是唔甘丢丢。台华轮为民国78年启航到今，会头34年，超过使用年限。台湾航业公司这国务理长宣布，伫咧今仔日结束台华轮伫咧海面上的航行任务，陪伴台华轮行过33年的老员工，奉献青春年华，心内都真侪感慨。一路走来，我对这个台华轮是感恩的，因为我们就在这边赚钱养家。我们船上要是举办那个活动的话，是很高兴的啦，烤肉啦，有时候会在卡拉 OK 啊，以前新船的时候啊，都会有舞会啦、唱歌啦，哎呀。员工和台华轮这位经历欢喜悲伤。民国103年，台华轮伫咧暗时啊行船，船长雄雄倒伫咧驾驶台风起，换离手来接。台华轮担起离岛交通重担，即马宣布退休，真侪人特别来到码头赶上上尾船帮。对，我们特别要来拍台华轮的。我记得之前搭的时候台风很大，然后在搭船的时候是刚好是夜航，很像就是在摇篮里面这样晃。1999年我坐过他们这边的特等舱，到后来到最后，我觉得我喜欢在船上闲逛，那度过这4、5个小时的航程回家，所以到后来就干脆坐普通舱。特别有人为了赶坐船考试，伫咧岸边甲船长跪落来拜托。船员讲，这种代志就是台华轮的日常。差一场。我嘛这边嘛无注意到，讲因查某囝好无等于袂用的学生的啦，也无飞机啊。台华轮若载客，甚至载过故宫国宝去澎湖展览，即马行入历史。未来因为澎湖轮接棒，预计9月初5启航，连续航行任务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